年10月6號啊，時間7點33分啊，我哋離開我哋嘅 ship tour 啦嚇。咁啊，今日有啲咩玩咧？去萬隆神殿啊，女王神殿啊，帝王谷啊，仲有咩啊？卡洛克神廟啊，跟住就去洪加達啊。即係佢嗰個機師啦，啱啱好咧控制到嗰個高度啦，跟住之後咧架車咧開架車咧去㗎，開架卡車即係咁啊一個攬嘅話咧，我就當拉個鐘位。好啊！現在時間係8點07分啊，我哋到咗帝王谷外圍嘅萬隆神殿啊，最少都係影呢兩個阿蒙霍特普三世門口嘅兩個公仔啊，萬隆巨像。位置咧就係帝王谷嘅西岸啊，咁啊佢嗰個建築年期咧就係古埃及嘅新王國時期啦，第18王朝啊，阿蒙霍特普三世嘅聖殿嚟㗎，依家就爛成咁樣啊，剩翻呢兩個巨像喺門口，其實都冧咗㗎啦，不過地震冧咗㗎，不過砌翻佢嘅啫。佢建築嘅時間大約係公元前1350年啊，已經有3300年歷史㗎啦。咁啊，兩個巨像嘅高度係20米高啦嚇。咁啊，仲有個古仔啊，咁啊話佢喺公元前2000年咧，咁啊有人咧就發現咗佢咧其中一個像啊，唔知左定右啊，咁啊風吹過嘅時候好似唱歌咁樣噶啊。咁後尾去到古羅馬帝國嘅時候咧，咁啊有人咧發現咗，原來其中會唱歌嗰個像咧就穿咗個窿啊，咁啊補翻去之後咧就冇啲咁嘅事啦。佢全盛時期咧，未冧嘅時候咧，整個聖殿應該有3座塔樓啊，1座聖殿嘅個規模咧就媲美呢個卡納克神廟嘅。依家就整翻咁嘅樣啦，變咗，因為抵抗唔到大自然天災啊、地震啊、尼羅河泛濫啊、風化啊，咁就散晒，變成而家咁嘅樣。20米高啊！阿蒙霍特普三世嘅巨型雕像啊，萬隆巨像。後邊咧就係帝王谷啊，一陣間我哋會入去睇3個陵墓啦，同埋女王神殿，即係哈瑟普蘇女王啊，埃及武則天嘅神殿啊。好，時間0830，我哋到咗埃及武則天嘅聖殿啊，女王神殿啊，前邊啊。啲景點咧一定係咁樣噶啦吓，梗係全部去之前啊，梗係全部都係俾你經過啲買嘢點啊 ，OK 啊，所以唔憂啲錢使唔去啊，林林總總啊，琳琅滿目，五花八門。荒涼啊！帝王谷咧就係新王國時期第18王朝開始咧，啲法老咧就開始喺度挖窿啊，喺度挖窿做陵墓啊應該係電啊，聽啲聲啊，應該係電動車嚟嘅。好，前邊就係女王神殿啊，埃及武則天啊，哈瑟普蘇女王啊嘅神殿啊。不過可惜啊，裏邊啲壁畫浮雕俾人破壞晒。唯一古埃及歷史唯一一個3層嘅建築模式嘅建築物啊，3000幾年歷史啊已經啊，新王國時期第18王朝第5任法老哈瑟普蘇女王啊，我哋嘅埃及武則天。好。
到寶。好，我哋向前接近呢個女王神殿。好啦，我哋到咗神殿嘅1樓同2樓啊 ，OK， 一陣間先參觀地下。我哋到咗神殿最高嗰層啊，即係第3層啊！呢啲石像咧，全部都唔係哈薩普蘇女王嘅頭像嚟噶，佢嗰啲頭像咧，全部俾人破壞晒嘅，剩翻嗰個咧喺埃及博物館咧嗰個，剩翻嗰個嘅咋，好，其他都揾唔到，因為佢多手家。入邊啊，嗰啲壁畫浮雕啊，大部分都俾人破壞晒或者磨咗啊，咁一陣間可以見到。我哋入去神殿3樓最入嘅地方啊！呢度係神殿3樓最入嘅地方啊！好，我哋入到最篤先。都冇乜嘢睇噶，都入去睇下個chamber咁樣嘅。呢一團有火車頭嘅嘛。哇，都係有啲彩繪浮雕咯，俾人破壞咗啊，同埋風化晒。入邊都係一個類似墓室嘅物體啊。又想拗小費啊！又想拗小費。埃及武則天墓室出嚟之後咧，呢個就係3樓嘅庭院嚟嘅，都冇乜壁畫噶，已經啲浮雕啊都俾人磨晒，啲柱又爛晒。你想搵個武則天個樣睇下都冇噶。翻僅有嘅象形文字啊，都唔多噶啦。類似棺木嘅物體啊，唔知係咪？類似棺木嘅物體，唔知係咪？好，我又可以摸下3000幾年前嘅文物啦。哦，摸完之後升官發財啦，升官發財啦！係最多壁畫同浮雕嘅地方嚟㗎，其他都好多都俾人破壞晒嘅。原來1樓咧係封咗噶，唔俾入噶，係睇2樓同3樓嘅啫。女王神殿咧就喺1737年咧俾人發現噶，咁發現咗之後咧掘翻出嚟咧，令佢重見天日啊！好，時間9點51，我哋嚟到帝王谷啊，我哋會參觀3個墓穴噶
初步咧就會參觀 KV11同 KV9啊，另外嗰個就要睇下咩情況啊。KV11應該係拉美西斯3世啊 ，KV9係拉美西斯9世啊，睇睇資料先。到咗帝王谷外圍嘅訪客中心啊，準備買飛嘅排隊入場啊。初步睇嘅係 KV11啊，拉美西斯3世啦，同 KV9啊，拉美西斯9世啊，兩個墓穴。就係帝王谷嘅 3D 模型嘅立體圖啊，立體模型啊 ，OK 啊，個嚟都會拍㗎啦，會睇㗎啦。帝王谷嘅 3D 模型立體圖啊。嗰啲電車去帝王谷啊！啊呢架靚啲喎，呢架。好啦，我哋又坐電車去深入帝王谷啊，睇陵墓啊。加翻個病嗰啲喎，喂。谷啊，公元前16世紀開始搞啊，新王國時代18王朝開始啊，呢啲法老咧喺度開始。將嗰啲鹹魚咧就藏喺呢度噶啦，啊，3500年歷史啊！這就是帝王谷嘅外圍啊，即係頭先睇嗰個 3D 圖啦嘅其中一部分啦，啊，哇，2個字啊，熱鬧！冇辦法啦，3500年前嘅古蹟啊！周圍都係人龍啊！好，帝王谷啦嚇嘅起嘅時代咧，就係呢個公元前16世紀啊，大約係新王國時代18王朝啊嘅第一任法老開始咧，就開始喺度墓葬噶啦。咁啊，成個帝王谷啊，大約係7390幾公頃啊，到啦。好啦，我哋第一個參觀嘅會係 KV11啊，拉美西斯3世嘅陵墓啊，時代係新王國時代19王朝啦，拉美西斯3世。點解要嚟呢度咧？因為呢個係最大、最靚、最精美、最多人睇嘅墓穴啊！入邊啲彩繪浮雕咧，真係令你歎為觀止啊！真係要入去見識下，一定要參觀啦呢個。裏邊咧就 cover 咗兩本好重要嘅文獻經典啊，就係地獄之書同埋死亡之書啊，睇下揾唔揾到。不過我唔識睇象形文字啊，通常都係齋噏算。嗱，呢個陵墓入去咧，就會俾呢個我哋去曼卡拉金字塔入邊咧，嗰條陵墓通道咧就好多啊，冇咁斜，唔使彎低身，同埋夠闊，所以好鬆容啊，好多時間喺度影相拍攝都得，就係咁啊。啊，幾卡納普你睇下，一入門口已經有驚喜啊！睇多啲。係最精美嘅，保留得最好嘅墓嚟嘅嚇 ，OK。不論啲聖書體啊、象形文字啊 ，OK 啊。好，我哋繼續深入。screen 都係象形文字嚟嘅，大家唔使理我啊！成個 screen 都係象形文字嘅聖書體啊！有幾可見啲神殿啊，連上邊天花板都有嘢，有彩繪浮雕啊，冇啊！全部都係好精美啊，保存得好完整嘅彩繪浮雕嚟㗎，真係嚇！摸唔到啊！暫時啊，呢個係3500年前嘅古物啊，公元前16世紀嘅時代啊，18、19、20王朝啊都 cover 嘅，非常大型嘅彩繪浮雕啊。
何老師之眼啊，下邊係塞德，幾靚啊！啲彩繪同浮雕保持得好完整，好靚。太迷觀視。哎呀，摸唔到啊！哇，熱得好交關。好，繼續深入。好，盡頭啦。係啊，棺材位。呢個墓咧，暫時作到嚟呢度啦，唔知仲會唔會繼續作落去啊 ？OK 啊，好，到此一遊啦。資料 mention 到咧，就話有呢個亡靈之書同埋死亡之書啊，因為我唔識睇象形文字啊，所以冇辦法揾到俾大家睇啊，唔好意思啊，得個知字算啦。轉頭出翻去啊，咁啊睇翻下之前入嚟後邊嘅景象啊淨係睇呢個 KV11都值啦嚇，嚟帝王谷啊！啲彩繪浮雕幾靚真係，哇！colourful又完整又保存得好嘅啫嚇，真正市民。可惜佢隔咗塊玻璃，我又唔敢摸。如果唔係啊，可以摸㗎，梗係啦。因為又摸下呢3500年嘅古物啊 ，OK， 唔摸啦，算啦，佢保存得咁靚，我都唔忍心去破壞佢。我哋第二個參觀嘅墓穴咧，就係 KV8啊，係拉美西斯二世個仔阿梅倫普塔法老嘅墓嚟㗎嚇，係新王國時期嘅19王朝啦嘅時期啦嚇，就1737年咧就係被發現㗎，咁跟住令佢重見天日啦。咁裏邊有3本啦典籍啦，就係陪葬㗎嚇，係地獄之書啊、亡靈之書同埋洞穴之書啊。裏邊嘅壁畫又係保存得比較靚啊，彩繪浮雕啊，但係個規模咧就冇頭先 KV11咁大啊，但係都 OK 嘅啊，我哋入去睇下。好啦，我哋啱啱進入咗梅倫普塔法老嘅 KV8墓穴嘅門口啊，啲浮雕啊同埋壁畫咧都好 colourful啊，不過就好明顯咧就冇頭先 KV11嗰度咁靚。好，我哋落去深入牆上邊嗰啲聖書體即係埃及象形文字咧，都係成個 screen 都標滿晒㗎好誇張啊！你喺之前嗰啲神廟度咧係冇啲咁嘅情況出現佢內容咧就係應該係 cover 咗嗰幾本陪葬典籍啊嗰啲內容啦，即係亡靈之書啊、死亡之書啊諸如此類嘅。我哋落去。呢個比較斜啊，呢個，但係個路面就比較闊啊，人啊比較少啲。盡量揾啲靚嘢俾大家睇啦真係好似盜墓迷城啊、奪寶奇兵啊、盜墓者羅拉啊嗰啲場景咁樣。好，嗰啲有colourful嘅睇下啦。已經深入咗一段路程㗎啦 ，OK 啊，好長啊，嗰個通道係比頭先拉美西斯3世 KV11嗰個係比較深，係好深，導遊都話係好深啊，最深呢個。
一個類似石棺靈柩咁嘅結構啊，應該唔係，應該係嗰啲 cover 嚟，cover 住啲嘢。裏邊有象形文字啦，上面啊，有啲浮雕啦，都差唔多落到盡頭啦，我哋前面攔住咗啦，應該係掘到嚟呢個位啦，唔知入有幾深啊 ？OK， 都行個圈先。有一樣嘢咯，呢度一個黑字咯，一個黑字咯。哦。呢個應該係比較特別嘅墓室嚟嘅。呢度冇玻璃，摸一摸啦。好，跟住我哋最後參觀呢個係 KB6啊，係拉美西斯九世啊，新王國時期20王朝啊嘅時代啊 ，OK， 係其中一個保存得啲壁畫同浮雕保存得比較好嘅墓穴嚟㗎。咁規模冇 KB11咁大啦嚇。好，佢有參觀。裝潢幾好啊，好過頭先KV8啊 ，KV8 比較陰沉啊，呢度非常之光猛啊 ，colourful 啊，非常啊，滿眼都係成個 full screen 都係象形文字啊，唔刻意去影啊，因為好多，不如拍啲彩繪啊。要 S 型咁行，因為太多人住，要 S 型咁行。以拍為主啊，唔影，因為都影咗好多。KB8呢個陵墓咧，行到呢度就盡頭嚟㗎啦 ，OK 啊？咁啊收錢，係啊，影相服務，係啊，要國際影相咧就唔該俾錢。由沿路接回啦，影翻相反嘅嘢，又要 S 型咁走啦，又要 S 型咁走，又係睇下兩邊啊，同埋天花板啊嘅彩繪啦，英神豪老師，我揾唔到咩亡靈之書、死亡之書啊，因為學識有限，要揾阿雙博良嚟先搞得掂啊！時間係11:57啊，我哋到咗卡納克神廟啊 ，OK 嚇。好，我哋去遊客中心嗰度先，入去買飛。哇，好熱啦依家，哇，起碼35、6度啊。不過有啲風啊，都 OK 嘅。好曬啊！好曬。係聖船嘅 model 啊，就係每年嘅奧佩特禮節啊，埃及新年啊會抬去洛蜀神廟嗰度擺嘅
勝船嘅 model 啊，又有模型睇啊！嗱，呢個就係卡納神廟嘅模型啊，可以成座聖母院等得落㗎。我哋行到外圍啊！全埃及最大嘅神廟啊！有半個曼克頓區咁大㗎，好誇張啊！神廟嘅歷史咧就起始於呢個中王國時期啊，第12王朝啊，第2位法老啊，叫做新努塞塞爾特一世啊，下令開始建造嘅，超過4000年嘅歷史啊！佢比洛屬神廟嘅時期係早㗎，早幾個王朝㗎嚇。有遠有近啊！哇！烈日當空。最高嘅柱廊啊，21米啊！前面方尖碑咧就係哈薩普蘇女王啊，埃及武則天嘅方尖碑嚟啊，寫晒佢啲豐功偉績啊！咁嗰個未完成方尖碑咧，原本咧就起好嘅話咧就會棟喺度啊，就2支嘅形成，但係咧起唔好，所以得1支。全部嘅柱咧，總共有134碌啊！全部嘅柱啊，分16行一排咁樣排噶，134碌。哇！咦，嗰度有支方尖碑喎，可能另一個法老啊！俾神住嘅地方，橫鏡咧就顯示唔到佢嘅宏偉啊！用直鏡啊！而家咧，哇！你要嚟到現場咧，先可以感受到佢個宏偉嘅程度啊！通過相機啊 movie 咧冇辦法體驗到啊，要現場先掂。呢個頂好靚㗎，係不過俾我個人望唔到個頂一係。21米高嘅巨柱134條啊，好震撼。唔係，我阻住你，係咪阻住你啊？你匿喺我後面啦！我走噶啦。area 叫做多柱廳啊，134條，唔使講啦，顧名思義啊，周圍都係柱，嗱，呢度整個大柱廳嘅 area 咧就係5000平方米啊。咁啊，頭先講過啦，有134根巨柱啦，分16行排列啊。咁啊，中間嗰2排咧就特別高啊，有21米高啊。咁啊，直徑有5.4米，可以容納100個人啊，企喺上邊啊。咁啊，柱頭咧就係紫砂草啊，同埋蓮花啦，就埃及嘅菊花啦。眼前有2支 obelisk 啦，咁其中1支 obelisk 咧就係呢個埃及武則天啊，哈薩普蘇女王嘅方尖碑嚟噶。咁啊，當然寫晒佢啲歌功頌德嘅嘢喺晒上邊啦。咁我哋之前睇嗰個未完成方尖碑咧，咁如果完成咗之後就會擺喺呢度噶。哈薩普蘇女王嗰支啊爛咗嗰支啊，咁啊因為爛咗所以擺唔到嚟呢度。冚唪唥都係呢啲咁嘅柱啊，全部20幾米高。
哇！去到埃及博物館都唔見聖甲蟲啊！唉，係嚟呢度摸摸先啊！嚟呢度摸摸先啊！呢度4000年啊，仲古老啊！超過4000年嘅聖甲蟲啊，摸摸先啊，聚下能量。埃及嘅保護神啊，聖甲蟲啊 ，OK， 埃及嘅象徵啊，我哋圍住行3個圈就心想事成啊，行99個圈咧就會中金多寶啊！一個。行99個圈可以中金多寶啊！你有時間可以行99個圈啊！可以啊！行3個圈啊，唔好咁貪心啊！啊！好，第2個圈。来都来了，再信一点，就是上圈了已经。啊，我唔貪心啊，我行3個圈算啦。卡納克神廟裏邊咧歷代嘅法老啊埃及武則天啊，哈瑟普蘇女王啊，圖坦卡門啊，拉美西斯2世啊，同埋托勒密王朝啊，甚至乎後期嘅羅馬帝國啊，都不斷咁樣加建㗎，總數就1000幾年啊，都喺度不斷咁喺度僭建㗎。好啦，行下，我哋又行到神廟嘅盡頭啦，啊！呢度就係神廟嘅盡頭啦，好啦，我哋翻轉頭啦，睇下另一啲景況。咁咧，卡納克神廟咧仲有個功用㗎嚇，主要嘅祭祀對象咧就係阿蒙神一家人啊，就係包括阿蒙神啦，同埋阿蒙神妻啊姆特，同埋佢哋嘅仔啊月神孔斯啊3個啊，最主要係呢個祭祀嘅對象就係佢哋3個。時間係17:00啊，我哋到咗往洪加達途中嘅一個休息站啊，咁啊停留一陣啦，30分鐘。哇！去個廁所先。靚仔定靚妹嚟㗎？女嚟㗎。睇下有冇蛋咯？唔係啊，3色。3色唔一定嘅喎。哇！咪死為食貓真係。哇！撳字醒啊！哦，19:35啊！我哋到咗洪加達啊！由陸送嚟到搭咗成4個幾5個鐘嘅車啊！Oh, welcome to Hurghada 啊！今晚去住 Hilton Hurghada Plaza。係。出邊露台呢度係 lounge 嚟㗎，唔知 lounge 定酒吧啦。出邊應該係紅海啊，不過夜媽媽睇唔到出邊，聽朝會好啲。聽朝6點幾日出啦，睇下知唔知醒啊？做個 room tour 先，好。OK 509啊，睇下向咩方位啊？Gym room 啦，呢個視察下環境先。
都唔係好大嘅，一眼見晒，一眼見晒。好，我哋喺羅 B 落嚟2樓啊，揾個泳池同埋沙灘點行先，揾蕩失路啊，探路先，探路先。好，我哋而家行出去沙灘睇下咩環境先啊！博大霧嘅趁黑。翻後邊先。Oh, son of the beach 。好啊，係啊，呢條路出去係海灘啊，係聽日知定啊，聽日。擺晒遊艇啦，100%碼頭嚟噶，出邊仲唔係紅海？哇！聽日仲唔玩摩西過紅海啊？哈哈！好明顯下邊係沙嚟噶啦，咁我 expect 佢係沙灘嚟嘅，我哋再有一大盞嘅沙灘椅喺度，我哋再行出去睇下係咪真係沙灘啊！做戲做全套啊嘛，睇全套啊，來都來了啦。雖然黑掹掹啊，但係都睇到啲波光輪影啊！哇，好涼啊呢度，聽下啲水聲啦嚇，唔知靚唔靚啊？聽朝早起身先知啊！OK 嚇，暫時睇就唔錯啦。哦，家陣時間尚早啊，都未夠10點啊，我哋過去對面 shopping mall 行下先。哎呀，呢度後邊啊應該。我哋行嚟到埃及都行家樂福啊！人都癲，埃及家樂福係洪家達嘅家樂福啊，更正都有啊，阿米都有啊 ，OK。哦，哇，又兜咗個彎行嚟正門，人都癲。